更加提新竹嘅关系有一个土南古道，带大家去地北看俺们之前做苏州葡萄嘅地方。亚给土的种子摄入的指标啊，这是它的 logo， 就是那个离基山出卖的张掖的意象做的张之细路的 logo， 啊，这边就是刚刚我们进来往南山福德祠、南山大桥上南片，在最开始我们2016年来到这一条古道的时候，是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凤山溪所这个向内退。所以古道已经消失了。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探路的时候还迷路，上上下下都找不到路。那总共我们那天大概花了超过半天的时间，都在这个里面迷航。那后来2018年就是客委会的哈维 P 的种子摄入嘅 P8，然后都開始天數沙期來做蘇州葡萄，已經幾好行嘅，差不多20分鐘都可以行嘅。如果有机会改到从上面走，好，这样。像这一种的话，它就是凸在这里。哦。好，这种也很容易，让人家不小心踢到，对，会摔倒。对。像我们平常来到古道的话，就是大概一段时间会来巡一次。虽然最早的时候这条路线是已经用手作步道的方式把它改善得比较好走了，但是随着这个使用的人的增加，它的路还是需要维护管理的。好，所以像比如说刚刚说有一些，随着路面的下蚀，有一些小石头突出，那社区就会跟我讨论说，那一些路况要怎么改善。原本最早的时候，在古道还找不到路的时候，其实是沿着这个溪谷很陡的方向走上来，然后。那后来我们其实多次的勘察，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路线啊，然后就比较可以平缓的接到这一头。那这一段下来的这个有曲线的砌石阶梯，是我们利用这个茄东窝这一块有一个很干谷，这个干谷里面有很多的大卵石，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从干谷里面收集石材，然后搬过来。那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去挑选比较平整的面，然后把它当作踏面，然后做一个曲线上去。那两边的护坡再把它做出来。每摆来七家做过嘅葡萄行业嘅路嘅时间，都几像有几来看七家嘅路朋友，都为每去讲啊，今日他家睇下办沙条做下嘅葡萄嘅几度嘅。画面哈，七家嘅摄入七家站。